嗯，行礼行礼。各位点传师，各位贤贤大德，大家下午好。我来自福建永春的美丽的香都茶武，我们是平时单位的。我叫严艳华，颜回的颜，燕子的燕，中华的华。希望大家能够记住我，并且喜欢我。今天呢，很感恩上天的慈悲，祖师红慈，师尊师母两位老大人的大恩大德，还有我们老前人的苦大心生，还有我们前人跟点传师的苦心栽培，还有我们各位前人的鼓励。今天或许才有这机会在这边跟大家分享，谢谢，感恩大家。其实呢，人站在这边真的，我没来台湾的时候，自己已经有感应到了，天王可能已经打电话给我了。我就在想，这次去了，是不是叫我上台分享？然后呢，没有听到朱老师跟我说，刚才中午的时候，朱老师他跟我说，等一下我们有2个名额，你要上台。但突然间听到他跟我说的时候，还是会紧张的。我说还是给别人的，很紧张，不知道讲什么，没事，你就分享一下你走过来的心得体会。因为我这人经常上台讲课分享都有，但是还是第一次站在佛堂这么殊胜的地方分享，真的很荣幸。还是会紧张的。为了讲得好的，请各位贤贤多多帮我。那今天呢，我想分享一下我从为什么会走进这个佛堂来寻道，到现在的一些改变。但是我首先呢，要先替大家的双手感恩一下，感谢一下我的老师朱老师。在这里用大家双手感谢一下我的老师，我的同学姚艳丽姐姐。其实呢，当初呢，我是怎么走进这边的频道，被他们把我推进来的。因为其实就是在17年的3月11号，也是2月20，我们2月19的晚上，他们突然间打电话给我，说燕华，明天你抽个时间来这边，有几位台湾的大德过来，你来拜拜。当时我是怎么说的？因为我们21的时候，我们那个礼拜三刚好要办周年庆，那我那时候还是担任礼拜三的店长。说不行啊，这边要办那个周年庆，没空，不能去。苏老师说没事，你就来拜了再回去。然后那边每天都看不到家有做，你平时是在中超，明天聚会你就过来。那我这个人比较简单，很听话。他跟我说，我从来不会拒绝的。那我就去了，他说你明天就要把你女儿也带过来，我就跟着把我女儿也带过去了。然后到了那边，就开慢慢庆
哦，哇，哦，后来呢，就说让我做听话，开始做了，但是呢，刚开始我们先每星期都要去很多天，自己点班、结班，好多天，就说呢，哎呀，那太迷了，整天都跑单位，都不要赚钱了，
因为时间需要，你看看有位置，之后那这里就今天新的分享就到这边，那不圆满的地方，这个时间说的话，或者相信，其实很多人都有心的，可以回应是掌握到机会，这是很好的。如果没有这个机会，就把这个心思，透过你的心力传递给我们的结果，传递给我们的脑补，那好，那感谢。